向瑪利亞天使之後祈求的有力驅魔經文。天國的卓越皇后，眾天使的偉大舞王，你從天主手中領受了踏碎魔鬼頭顱的權力，也接受了打敗他的使命。為此，我們謙恭地懇求你，派遣你的天軍援救我們，使他們在你的命令指揮下追擊地獄的惡魔，處處打擊他們，驅逐他們無恥的陷害或侵襲，再把他們打入地獄裡去。聖彌厄爾總領天使，所有的統帥天使和天使們，請保護幫助我們。親愛的母親，我們永遠愛你，依靠你。天主的母親，請派遣你的聖天使們保護我們，使惡魔遠離我們。阿曼。